大声，我即摆要来讲，为什么咱来讲台语咧？其实可能足侪人也毋知啊，咱台语的迄个声音已经飞出去外太空啊！咱太阳系以外的太空，就是靠即张航海家的金手片，大家莫误会哦。即张航海家的金手片，毋是迄落伫西门町的手片行伫卖金手片即个是有伊的来历哦，内底有足侪内容即摆请大家温柔来甲欣赏。即张头我讲的即张航海家的金手片是一张放伫迄个1977年8月20伫迄个美国卡纳维尔遐发射出去的太空船内底就放即张即个是 Voyager 2号航海家2号。其实伊即个15天以后，就是1977年9月初5航海家1号嘛是搁发射出去，伫同个所在，一个射往北边去，一个射往南边去。不过即个航海家2号是逐站停的啦。结果咧，飞到2018年11月，才飞出去咱太阳系无？太阳系的即个引力范围所以才等于飞出去外太空。即个是每一站停为木星、土星直直1号呢？1号是驶快车，伊停的站较少，所以伊伫2013年的9月就飞出去外太空啦。那为什么要甲大家先用这个做开头来甲介绍台语呢？因为伊这个手片内伊有收录了地球上各种文化甲生命的声甲多样，所以咱甲看伊这个迄个位置另外的图是迄个有标示咱地球人的这个查甫甲查某无共款的OK， 那这张照片会使用1分钟16个2/3转的这个速度，播出敢若咱用摆啊无？用摆咱的乌手片无？迄33转的，这佫慢一半，伊内底有包括55种的语言会小少问的话，包括啥？为6000年前苏美人的这个阿卡德语开始，甲咱现代中国的方言国语为止。当然，这内底有包括亲像英语啦、日语啦、法语啦、德语啦、俄罗斯、西班牙这甚至嘛有包括咱的河洛话，就是咱即马台语啦。当然广东话嘛有，然后嘛有一寡即个古典的咱地球上的音乐。即摆我会记得伫差不多5、6年前有一届伫剑潭遐有一个博物馆无，要不敢若什么教育馆啊啥，有即个展览，我有专工去甲听，伊有通听即个这段，到底伊讲的是啥物款的即个话？譬如讲
日本话，伊就甲你讲，こんにちは，吼，啊法语就是古莫达利乌，吼，啊德语就是wie geht es Ihnen，吼，啊俄语俄罗斯就是 Привет， 吼，啊西班牙语，吼，啊 ¿Cómo está usted？ 啊，咱的好多话，我甲斟酌听哦。头前遐直直听到遐，都已经一段时间过啊。啊，结果咱大家知影，咱的小姐问的好多话是啥？有个人哦，想甲足济啊，什么你好我好，毋是啦，足通俗的话啦，就是讲食饱未，吼，食饱未。好啊，这条手片都是啥？即摆咱已经出去到外太空啊，伫咱太阳系整个的即个引力以外飞出去外太空，迄就是准备要外星人去过去无？吼，啊，即摆问题来啊，外星人啊过去了后，啊无得较200年以后、300年以后，人伊坐飞碟来 UFO 无？啊，我伫迄个香山机场降落的时。啊，迄个飞碟的门开开，伊咧外星人讲做啊，咱台湾的好朋友，恁食饱未死啊？迄阵啊话咱袂晓讲吼，啊是毋是足介绍的代志啊？吼，所以我今仔日用即个做咱的吼开头吼来介绍。